各位東網嘅朋友，你哋好，我係周靈山。最近有唔少讀者就要求我設計一啲超級低碳水化合物，但係又高脂肪嘅蛋糕食譜咧，就等佢哋減肥嘅時候唔使咁悶。嗱，我就係均衡飲食派嘅，我減呢60磅都係靠均衡飲食同埋適量運動嘅啫。所以我希望大家用唔同嘅減肥方法之前咧，要問下醫生先。同埋最好個醫生願意跟進你啦，咁但係要設計食譜呢一樣嘢，我當然非常樂意啦。咁所以今次我就做咗一張係唔需要用麵粉，而且你落乜嘢糖都得，包括代糖，甚至乎你唔落糖都冇問題嘅咖啡蛋糕。咁喺你量好晒所有材料之後，你就要將個焗爐預熱去180度啦。因為呢個蛋糕係非常之容易整嘅，你會發覺你眨下眼就整完咧，跟住就要放入去焗爐。如果你個焗爐未 ready， 而個蛋糕要等嘅話咧，就會影響你個蛋糕嘅質素噶喎。咁而家第一樣嘢，我哋就處理咗啲咖啡粉先，將啲低因咖啡粉倒落去椰漿度，然後攪勻。嗱，你買唔到低因咖啡粉，可以用普通咖啡粉，但係你就要將個份量減1至2克啦，否則我驚你會太苦啊。下一步，將份量入面嘅所有乾材料全部放晒落去食物處理器度，包括有原焗無鹽杏仁、發粉、梳打粉同埋你自己中意用嘅糖。嗱，糖呢方面咧，我個靈山小貼士嗰度有介紹嘅，你可以去睇翻。然後就將啲材料打碎啦。乾材料打碎晒之後，我哋就可以倒啲濕材料落去啦，包括有頭先嘅咖啡同埋雞蛋，仲有雲呢拿。跟住就將佢打成蛋糕漿咯，然後倒落喺一個鋪咗牛油紙嘅長方形蛋糕盤度，再揼埋南瓜子，然後放入去180度嘅焗爐，先焗佢25分鐘。跟住開個焗爐門，放張錫紙入去，唔需要包住佢嘅，再焗多10分鐘。焗咗35分鐘之後，即刻稱佢出嚟，拎開張牛油紙，再放喺個架上面，放涼最少30分鐘先至好切佢。30分鐘之後，等我切一塊俾你睇啦。睇下，我希望你睇得到佢裏面係好濕潤啦，而且咧好有彈力，好好味咁。呢個蛋糕嘅質地，根據我朋友所形容咧，佢就話好邪惡。個原因係咧，表面有個脆邊，而裡面就好濕潤，而且佢好黏口。佢以為我落咗好多糖同埋牛油去整出嚟嘅，但係其實你都睇到啦，頭先都唔係啊嘛。咁至於臨講拜拜之前咧，就有幾個 tips 提翻大家嘅。第一就係大家都關心嘅儲存問題啦。嗱，呢個蛋糕放涼咗之後，你係需要放喺雪櫃，即係雪菜雪肉嗰一格，但係唔需要擔心第二日攞出嚟食佢唔會變乾㗎。我已經調教到張食譜係唔會有呢個問題㗎啦。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咖啡粉啊。嗱，我俾你嗰個份量咧係屬於溫和級，即係你食完之後唔會醒一醒，個口亦都唔會一陣咖啡味。但係如果你好中意飲咖啡嘅話咧，你可以將個咖啡粉嘅份量調高1至2克，不過你個糖分亦都需要調高5至10克。但係如果你係中意飲 espresso 即係苦苦地嗰啲咖啡，你哋就未必需要加糖㗎啦。咁你哋自己調教翻咯喎。咁跟住第三樣嘢咧就係糖嗰方面啦。我頭先都講過啦，你要睇翻靈山小貼士。特別如果你用代糖嘅話，你就需要去除翻條數啦。因為普通嘅糖，譬如我落50克咁計啦，但係代糖佢有啲係等於普通糖嘅4倍或者6倍。咁你除一除翻佢，你就會知道自己應該要落幾多㗎啦。但係如果你用代糖嘅話咧，個蛋糕有機會會扁少少，不過佢仍然係咁濕潤嘅，所以唔使擔心。咁我希望用呢個超低碳水化合物而且高脂嘅減肥方法嘅朋友會成功啦。其實減肥最緊要開心啦，有恒心同埋有信心咧，咁就得㗎啦。我都係咁減60磅㗎咋。咁我哋下個星期嘅靈感主義再見啦，拜拜。